哦，这个就是白鸡啊，那这个很漂亮才对啊。在家那边，树，巴沙拉，嗯，在哪？这里全都是用这种树啊。这个芒果。不是啦，芒果。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刚才讲的那边那什么？面海猪，那个海酒，那个那猪，还有达玛里，啊，这个是达玛里。我们小时候那个男孩子啊，他们会拿这个树，他们说那像什么呀？那个什么我们家他说三轮车以前呐，他要做那个他的什么？哎呀，你要不要再把这个那个车车轴，对对，它是比较滑、比较硬的关系啦。其实这个是不会硬啊，硬的在这边呢。而且我们这个哈，我们要烤什么？烤地瓜什么的。这个可以那个可以要铺的，这个铺在地瓜的上面吗？还是下面？这个下面不是用这个上下都要铺这个。下面是啊。哎，你们下面上面。这叫什么？这个老师是水冬瓜，水冬瓜。水冬瓜啊，我再跟他调理下呢。那这个哈，这个是那人讲了，这个是把它取下以后，这个盘一盘弄在头上，然后我们上面要放东西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这样子晃来晃去，有没有？对，啊，那个叫名字啊，哎呀，那不沙加耶，这个叫做海今年金沙要沙，马上用。对，那不金沙巧克力那个金沙。还要马上做，快点拿。我要做。那我你要马上们过来看做这一下，个。不是，我们过来看一下，它比较特别哈，我们过来看一下，这个跟这个其实是感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其实它是同一个植物哦，同一个植物哈，同一个植物，但是这个叶子，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营养叶，就是它不会有孢子。那这个有孢子，它的孢子在哪里？在这个背面，看一下。那个包子，对，孢子，所以呢，它会是靠这个孢子去传播。那这个是营养液，是行光合作用用的。那该不会又变成是男的一个女的？对对对，我们简单的就可以这么说，就是公的叶子，这个是母的叶子，因为它可以生嘛。能够两个在一起。实际上它是在一起的，这是在一起的，对，这是在一起的，对，有公的也有母的是啦。夫妻的啦哦。只是它有的时候在这边长出这一条就是母的，长出这一条可能就是。它就是一枝一根啊，这样，然后它们就会在一起。哦，叫做海金沙。那个呢？那一种呢？那这个叫芒萁，这个芒萁，对，蛮起。这个叫芒萁，芒萁，芒果，它也是羊齿。芒就是一个草字头，一个死亡的亡。芒果的芒嘛哈。对，那芒萁很奇怪，喂，在这样的环境，芒萁呀，你就可以看到它。芒萁呀，在走。芒萁，蛮起。然后你们在这边怎么用它？你们怎么用？在这边有没有怎么用？没有什么呢？没有怎么用。没有这个，它可以当花就好了，欣赏观赏。它的这个很漂亮啊。它这个比较特别，就是它长出来是两个长。比如说我们从这边就分出两个，对不对？再从这个地方来，它又分出两个。对，而且你看中间这边又分出两个，对，它就是两个这样子长。双胞特别，双喜临门。对你也可以说它每次出来都是双胞胎一样，也可以这样子讲。那这个是芒萁，那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的光蜡树了哈。光蜡树，白鸡油嘛哈。对。那白鸡油以前在我们这边当然是很好哈。那白鸡油过去在台湾主要用在哪里呢？用在那个做那个扶手，楼梯的扶手。然后就是那个棒球棒，硬嘛，蛮多用这个，硬对。然后呢，
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这个皮掉了，好像我们说的那个拼图一样。所以你会介绍一下，你就这个感觉很像拼图，所以又有人称它叫做拼图树。哦，像拼图一样的拼图。对啊，我把拼图对就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在5、6月的时候，5、6月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认识它。为什么？脱皮吧，老师。没关系，它就是自然的，自然的，它长大就会一直，里面的皮就会掉。那对，那要认识它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个树哈，是那个小朋友最喜欢的那个独角仙。锹形虫，它一定会来找这个树。哦，对，一定要找认识这种树，因为它才会来咬破树皮吸它的汁液。对，它大概就是找这种树。怎么在破坏这个啊？可以这么说，可是它破坏这个的时候，它咬大概它是咬直的线，它就不会咬横的线。那这样子纵的线跟直的线有什么不同？纵的线可能那个水分就不能输送，可是它养直的这样子没有关系，这边不行，它从旁边一样。道理。对，所以有人说啊，那个独角仙锹形虫其实还蛮聪明的哦。哎，对，它只是对，那这是光蜡树了哈，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白鸡哦。另外，老师这个呢？这个我们小时候可以剥它的那个吃里面的东西。野牡丹。那这个呢是这个野牡丹。对，野牡丹。我们可以剥这个，然后吃。可以吃呢。有，对。那从这个北河湾到南排湾都有这样子用。我们小时候就很喜欢吃。会开吗？吃什么？会。有了，它是新的，我们就。野牡丹呐。对，它是紫色的，对。那从这个，哎呀，大谢谢。从这个，老师，哎，这个是我们原住民的象征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尊重礼貌，它的裙尾很大呢，谢谢。遮太阳，那个脚也会凉凉。对，那所以将来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东西。对啊，游客上来就给他们做。对。那这个野牡丹啊，在那个牡丹乡，对，他们现在就是整个部落都种这种植物，整个部落都在种这种植物哈，这叫野牡丹的哈。对，他们在开发这个野牡丹。对，有点甜甜的，酸酸的。其实那个还蛮好吃的。你们要吃啊？吃了会瘦。哎，是减肥药。因为我刚才讲说，在南台湾他们也是这样子用哦，对他们也是会采来吃，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就会弄野牡丹。好，那这个呢叫做啊，对，哎就这个叫做那个学生弄不听话。这个叫做白袍子了哈。哦，白袍子，白色的白哈，袍衣服那个袍。麻烦那些你们大家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是绿色，对不对？可是当风一吹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是什么？白色。白色，那风这样子吹，绿色、白色。绿色、白色这样子，远远就看到那个白色，像是花，其实不是，就是它这种。对面那对，一在那边，风一吹的时候，它又变白色，然后又没有了，就变白色这样子，白袍子。白袍子。为什么不叫它？我们那边形容说这个有一个人就是变脸呐。对，形容会变脸。形容它就像这种树这样。对，会变树。白袍树要。那个要背东西以后，它的皮可以用，可以剥的，然后当绳子啦，嘿，当那个，有啦，以前没有剥过啊。马家来球，对，一样的。它比较有的比较高，有没有？对，还比较小。不是的，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只是它那个叶子哈，我们做国宝的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啊。白袍树。对，因为它还小，口冬末的时候，它的叶子就会比较大。口冬末。它长大的时候，它的叶子就会变小。越小越瘦。那个在开花的，按照养殖的，很可惜，这个只有96分钟。那这个就不能拍了。那里。